伫咧车祸往生的爸爸是一个真热心的家长，逐工拢帮忙接送着附近的囡仔到学校。想袂到今仔日会伫咧离学校无够2公里的路口出车祸来死亡。当时伊的后生嘛伫咧车顶，本地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，就安尼起一大角落。 查甫人着急将早就已经变形的车门油破开，伊红色伤势严重，有性命危险，为车底被救出来。医护人员赶紧 CPR 抢救，查甫人徛伫边仔真烦恼，唔知免怎，安怎嘛想袂到，红色到接送学生仔，煞去撞着车祸。 名车顶悬的封面是和某囝做回翕的相片，看出来一家伙仔感情真好。伫老爸有3个囡仔，一家伙仔世界旅游，伊的后生就读东海国中，为治本到学校开车只要20分钟。伊唔那敢若载家己的囡仔，嘛斗相共载带伫共村的囡仔做回上下课。想袂到今仔日敢若差5分钟，就会当平安到学校。 到伫离学校无够2公里的临海路，一个成都南路口发生车祸来过身，和亲戚朋友真不甘。爱心模范的吧？学校有什么活动啊，还是什么，他都会过去参与啊。看他带小孩子出去玩啊，放假的时候。睡觉。代志发生的同时，伊后生嘛伫车顶，亲目睭看到车祸发生。 三嘛想袂到，诉讼上课的日子去撞到车祸意外，热心的弟老爸更加因为安尼离开世间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